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這件是有人甲外送平台當作是洗錢的管道。一個姓林的男子設定300個假的小號，在1年內落單注文2800外幣，疑似是幫詐騙集團洗錢洗上千萬。外送平台發現交易無正常，主動來檢舉。台北地檢署是約談9個被告，甲主嫌申請收押。兩支手銬扣起來，面色點當，被調查局人員抓到台北地檢署，指揮林先生涉嫌用外送平台洗錢，金額1筆上千萬。第一步看，驚人猜，除了出現以外8回涉案的共犯，嘛陸續去抓到北檢核實，案件會互人知影，就是因為外送平台發現交易有問題。原來這一回林先生於2023年開始，在咧外送平台註冊真濟間餐廳、飲料店、點心檔等等，嘛收買真濟人頭本號，創立300個會員號碼。於2024年開始，陸續向實際佔供的店家出門訂餐，佮彼此無需要外送人員上單的方式，緊緊佇咧交易，今年來到出門2800筆的單，金額超過千萬，敢若佇咧替國外詐騙集團佇咧洗錢。其實就是假訂單，他有這樣子的行號，他也真實在平台下單，可是他沒有出餐的動作，那他也告訴外送員說這個人家客人自取了，那你不用送。那到了後期開始用國際維卡開始做盜刷的動作。外送員公會講，這種假訂單現象早就有人在咧做。林先生攏是使用國外信用卡在咧交易，平台扣掉中人錢了後，就把這洗錢去的錢撥入空頭店面。檢方認定林先生甲共犯攏涉嫌違反洗錢防治法，共犯真成過分別於5萬到30萬交保候傳。檢方嘛繼續追查利用外送平台洗錢的產業鏈。